第一張作品呢，就係今次嘅主題，心在自在。好多人都覺得做人最緊要呢，就係要開心，但係呢，我就覺得最重要其實係活得自在。自在嘅意思呢，就係話唔理發生任何事，順境還是逆境，其實都係自然現象。如果開心嘅時候覺得好自在，咁咪唔會不斷去追求開心；而喺唔開心嘅時候都同樣覺得自在嘅話呢，就即係唔會唔開心啦。咁點樣先至會成日都覺得自在呢？其實個秘訣就係要心在啦。好多人大部分時間都會人在心不在嘅，咁即係等於身心唔平衡。咁又有咩辦法可以自在呢？要做得到心在自在，其實個理論好簡單嘅啫，只要時時刻刻人在心又在，一定可以生活得比較自在嘅。第二張作品呢，係何必，句子呢，就係話何必斷煩惱，意思呢，就係話煩惱其實係自己製造出嚟嘅，根本唔需要刻意去斷，只要從因着手，唔好去製造佢就得噶啦。何況佛法裏邊有講，煩惱即菩提，即係話煩惱其實係幫助我哋悟道解脫嘅因緣。假如不停咁話要斷煩惱求清淨，就會好唔自在，反而更加煩惱。所以千祈唔好將簡單嘅事變得複雜化。呢張相係喺上環影嘅一棵古老嘅大榕樹，樹幹同埋樹根都顯示出生命嘅痕跡同埋力量。第三張作品呢，就係山。呢次展覽嘅字都係我攞住一把油漆掃，然後用乳膠漆喺一塊巢嘅扣布上面畫出嚟嘅大字。我唔講係寫大字嘅原因呢，係希望大家可以喺睇嘅時候唔使俾啲書法嘅框架所限制。呢張相呢，其實係影一啲露天嘅鐵架喺落雨之後日積月累殘留落嚟嘅水漬嚟嘅。假如大家一直有留意我嘅攝影作品呢，就會發覺我經常都喺一啲破舊而唔起眼嘅地方影到一啲令人估唔到嘅作品嘅。呢啲就係我成日話喺困難同埋逆境當中仍然可以揾到機會嘅實例啦。作品上面嘅句子呢，就係青山本不老，為雪白頭。青山本來唔會因為老而變成白頭嘅，只係因為落雪先至變白嘅啫。意思即係六祖壇經講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亦即係廣東話講嘅你諗多咗啦。所以我時時提醒大家，做任何事都要多啲用心，少啲用腦去諗啲無無謂謂嘅嘢嘅。第四張作品呢，係水。呢張相係喺韓國一個湖嗰度落完雨之後影嘅。嗰度有一條橋，橋上面殘留嘅雨水滴喺湖面上面，造成連串彈起嘅水花同埋漣漪。作品上面嘅句子呢，係延續之前嗰句青山本不老，為雪白頭。接住就係話綠水原無憂，因風晝眠。意思同樣係勸我哋唔好杞人憂天，自尋煩惱。講開水呢，就令我諗起《道德經》裏邊有講，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可以滋養萬物，但係呢，就唔會同我哋爭任何嘢。連李小龍都話 Be water, my friend， 叫我哋向水學習，隨時順應自然，可以乾可以游，唔會受到任何嘅限制。第五張作品
係哇比沙比，呢個係日文嚟嘅，中文呢就係差值。概括嘅意思呢，就可以話係不完美嘅美。其實同禪宗嘅理念呢係非常接近嘅，亦都係我嘅作品經常呈現嘅風格。其實萬事萬物時刻不斷變化，根本冇所謂完美或者唔完美嘅，只係我哋喺度自己執着嘅啫。張相係一幅充滿破舊痕跡嘅舊牆嘅轉角位，當時陽光喺窗外面曬入嚟，造成光影嘅立體效果。我成日比喻話，有光有影、有順有逆嘅人生先至會立體嘅，如果唔係就會平平無奇。我再配上一張扣布嘅布紋相，等啲質感睇起上嚟更加豐富。第六張作品呢，就係不二。呢張相係影溪水流過石頭表面時候嘅反光紋理，通常呢係要逆光先至影得到嘅，所以我成日話好似啲相咁樣，人生係一定要遇過逆境先至會精彩嘅。呢句句子係不落二邊，意思即係話唔好凡事都必須要分是非對錯，其實黑同白之間係有無限灰色嘅。舉一個例，當你同我面對面嘅時候，你嘅左邊就係我嘅右邊。如果大家都唔肯企喺對方嘅立場嚟睇嘅話，咁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呢？人與人之間好多不必要嘅衝突，好多時就係咁樣發生噶啦。其實亦都帶出咗之前嗰張哇比沙比所講嘅，萬事萬物時刻不斷變化，根本冇所謂完美或者不完美嘅，只不過係我哋要勉強去執着嘅啫。第七張作品係覺，可以睇到啲筆畫呢係有啲奇怪嘅，因為呢，我係用咗禪宗修行嘅時候其中一種頓斷一切思維嘅方法嚟畫嘅。禪宗祖師嘅教導方法好多時都係不合常理嘅，例如德山棒臨濟渴，意思就係話，當禪眾問德山禪師問題嘅時候，佢嘅回答方式好多時係一棒打過嚟，而臨濟禪師呢就會大喝一聲，即時打破我哋顛倒妄想嘅執着心。於是我就嘗試畫嘅時候，將個腦清空晒，唔去諗任何嘢，只係純粹用心感受。個做法就係將油漆掃染滿乳膠漆之後，用力一下拍落去嗰塊扣布嗰度，就喺嗰一刻，個腦裏邊冇諗任何嘅筆畫，甚至連畫緊乜嘢字都唔去諗，純粹俾個油漆掃帶住隻手走，感受油漆掃、乳膠漆同埋扣布之間嘅接觸。其實大家就咁聽我形容係唔容易理解嘅，一定要自己親自試過先至可以完全明白嘅。第八張作品係不怕無名喜，只怕覺照遲。呢張相睇落好似做咗好多電腦效果咁，但係其實我冇做到任何嘢嘅，一撳快門就係而家咁嘅樣噶啦。張相係喺京都一間古老嘅寺院影嘅，因為啲窗嘅玻璃喺好耐以前安裝嘅，嗰陣時啲玻璃呢係冇而家咁平滑，所以睇出去呢就有啲好似波浪咁嘅變形啦。而呢張相呢，我係喺同一時間影到透光同埋反光嘅效果嘅。不怕無名喜，只怕覺照遲。其實個意思呢，就係話，遇到任何煩惱都冇問題嘅，只要一早覺察得到，就會好容易解決。所以覺察力係非常之重要嘅，而習慣喺生活之中禪修，對於提升覺察力係最有幫助嘅。
覺察力高嘅話，就會識得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做得到嘅話，一切嘅煩惱都唔再存在，會係幾咁自在呢？第9章作品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呢兩句句子係來自《金剛經》嘅，意思係話世間一切事物都好似夢一樣咁虛幻，亦都好似水泡同埋影子，冇得俾我哋去執着嘅。就好似呢張相係喺黃昏嗰陣時，影一塊樹葉同埋幾條野草，橙紅色嘅夕陽照喺草上面嘅反光，造成一個好有趣、好特別嘅畫面。第10章作品係法。呢張相係影一條溪澗好湍急嘅流水，睇起上嚟有啲似一張抽象畫，而大自然就係呢張畫嘅畫家啦。假如我哋肯用心感受嘅話，類似咁樣嘅藝術作品其實係無處不在嘅。換句說話講，只要肯用心感受，任何地方都可以係俾我哋欣賞到藝術品嘅美術館。作品上面嘅句子係法上應捨，何況非法，同樣來自《金剛經》，意思係要我哋唔理好壞都要放下執着，就算對佛法都係一樣，即係頭先講不落二邊嘅道理。咁點樣先至可以放下呢？就要睇下跟住落嚟嗰張作品啦。第11章作品係放下，句子係修行必須放下，放下要靠修行。意思就係修行一定要學識放下，而放下呢，又要靠修行先至做得到。聽起上嚟就好似雞生蛋先啦，還是蛋生雞先呢？如果你想窮一生嘅精力去揾答案，其實都係浪費時間嘅，因為對你嘅生命並冇實際嘅幫助，只不過係知多咗一啲理論嘅啫。知道咗理論之後，都一定要落實去練習，先至有可能成功嘅。如果唔係呢，就會變咗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噶啦。有好多人都以為影雀仔一定要用長焦距嘅大炮鏡頭。我喺出家嗰陣時，放下所有專業器材之後，而家用一部傻瓜機都一樣可以影得到，證明咗影相最重要嘅唔係啲相機器材，而係用相機嗰個人。所以任何事能唔能夠成功，都係睇下我哋肯唔肯用心去做嘅啫。第12章作品係修行，一定要寧可短，不可斷。意思係修行必須要持續不斷先至會有效嘅。其實就好似我哋刷牙一樣，每日早晚都要刷，最好呢仲要每年去洗一次牙，咁啲牙先至會健康嘅。修行亦都係一樣，每日早晚練習，然後每年參加1、2次共修活動，你嘅進步就會更加明顯噶啦。呢張相裏邊係啲枯萎嘅荷葉，枯葉同年紀大咗嘅人一樣，都係自然現象。其實枯葉比普通樹葉有更加多嘅層次同埋質感，就好似年紀大嘅人，亦都比年輕嘅時候多咗深度同埋歷練。喺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值得欣賞嘅地方，唔應該去比較邊樣好啲或者邊樣差啲嘅。影相嘅時候，啱啱喺日出之後冇幾耐，相裏邊嘅荷葉就好似喺舞台上面俾啲燈光照射緊咁樣，感覺係從容不迫，充滿自信。假如我哋能夠持續修行，就同呢幾塊荷葉一樣，
可以咁自在同埋有自信啦。